咦？晏晝3點幾啫，喺中匯街嘅稀米飯食完個37蚊嘅頹飯餐，又冇工開，咪喺屋企附近逛下咯。使唔使好似結界咁，半條人影都冇㗎？係喎，結界，唔通我修煉緊嘅密宗要分開整？我內心被禁錮嘅黑暗，心靈異化扭曲而成嘅怪物恩公，浴火鳳凰，呢個能量我嘅念駕馭得到嘅。睇住佢哋兩個22歲嘅祭司同8個月大嘅皮蛋仔，冇學識、冇文化、無言無語，一念無冥，反而可以穿越結界，喺穹蒼下11個維度嘅罅縫，同我咿咿嗚嗚閒聊無間。係喎，話時話，家陣我哋手機所覆蓋嘅數據範圍，透過衛星信號，再結合 AI 科技，係咪真係可以穿越生死結界？透過屏幕，我嘅老朋友 Toffee 向我真人吠叫呢。唉，細思極恐。現今全球嘅通訊、結集、溝通所依賴嘅科技，萬一瞬間崩塌，徹底瓦解，咁會唔會好似巴別塔對神不敬啊？我恩公呢啲小土豆都係鍾意自閉咁匿埋喺我自己建構嘅結界，自說自話我自己點樣同穹蒼磨合進退嘅小故事。